谢咧，咱今年南投溪地乡有一场结合氯水控3种元素的马祖游景，透早游水社码头出发，顺手台湾的心脏日月潭。上花了呢，停留伫伊大扫游客中心接受这信众大德软桥卡寄放，刷来坐缆车进入这个九族文化村，分享祝福加欢喜，给所有坐缆车游客。 当年咱人到过溪地乡举办金针马祖文装活动，今年邀请北港朝天宫马祖来日月潭文装记号。300几年来，头一遍的陆海空吼，咱用游艇、用缆车、用动来迎接到咱的这个北港朝天宫的圣母。透早为水社码头出发，有25架游艇的后会前往伊的小码头。希望呢，借由妈祖绕境，在我们水面上的绕境，可以在未来呢，让我们日月潭的游湖、游艇大家出入平安。 更安全。北港朝天宫马祖头一摆坐船下游湖踅景，来自全国各地乡亲伫咧码头紧贴，嘛排队软桥卡祈求马祖保庇大家平安。这摆北港马和溪地马伫咧日月潭相会，开创陆海空文装记号，让日月潭的游客民众体验咱地的宗教活动。 Hello， 我是冯维之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